这個地方有一次我到那裡釣過的，非得跟二姨夫到給家釣魚，還是給家吃飯。就是現在一個人在對面釣跑走了，沒人不放着嘎嘎到石牌去釣魚啊。大壩底下，大壩底下現在不給釣，他跟長江的支流都封着了，不給釣。我經常能感覺到我爸想要主動跟我說話。以前是我不說，可能我爸也不會說的那種，就我們倆都在心裡頭彎彎繞的那種。但是現在我能強烈的感受到，我爸比我要更主動的找我說話。那小洗鸭子了。幾點？也12點。11點。走吧。走。阿姨，還釣這麼不少。哎呀，這魚還挺大的。哎，還有一條。還有3條。這是個黃鴨不？嗯。我爸真是挺厲害的，就是從小到大沒有一次空手而歸。就是你知道，在女兒心目當中，爸爸還真的都是英雄一樣的存在。多好呢。釣完魚以後，不是我爸騎電瓶車，我坐在他後面嗎？我其實坐上去的那個時候，我還在想，我要摟他嗎？我本來剛開始考慮是手扶着後面那個，但是我後來，我就跟自己說，我說，真的很多年沒有了，摟一下怎麼了？然後我就摟了，然後我就覺得，哎呀，做孩子真的挺好的，特別好。